大家好，我係恩主教書院嘅中文科主任莊志恒。喺我哋分享中文科嘅一啲應考攻略之前，不如我哋聽下啲同學有啲咩嘅難題啊。莊 Sir，請問點樣先可以有效咁樣溫習範文呢？同埋喺溫習嘅時候應該捉住邊啲重點呢？每一年嘅題目都會涵蓋唔少嘅範文啦，每一篇原文嘅意思啊、字義啊，都應該要有基礎嘅認識啦。咁例如詩三首啊、詞三首啊、論人論孝論君子呢啲咧，佢好常見會有一啲引錄啊、摘錄嘅題目啦。咁可以嘅話背誦咗佢啦，最好啲字要識寫啦。咁呢幾年都會有一啲叫做文學知識嘅題目啦，例如詩詞格律嘅題目。咁嗰啲咧都係一啲基本嘅題目，同學只要花少少力氣咧，應該就可以攞到分㗎啦。咁除咗一啲基礎嘅題目之外咧，其實佢每年都會有一啲嘅長題目啦。同學咧都可以去睇下，其實有冇一啲嘅篇章咧，佢有2-3年已經係冇問到啦。咁嗰啲篇章佢出題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大啦。去溫習嗰啲嘅文章嘅時候咧，都要深入啲咁去睇到嗰個文章嘅主旨啦，佢有咩主要嘅表達手法啦。例如佢會問到月下獨酌，佢講李白可唔可以消到愁啦？佢會問六國論裏邊嘅一啲游說手法啦，佢係咪能夠做到情理兼備啦？咁只要同學咧肯花多少少時間去睇清楚篇文章嘅基礎資料啦，佢嘅主旨啦，一定能夠好簡單咁去應付到嘅。請問卷二作文卷點樣喺短時間之內準確咁樣回應到題目嘅要求呢？第一步咧就梗係要保持心神冷靜啦，仔細咁樣閱讀晒每一個字啦，確保自己冇遺漏到中間嘅一啲關鍵概念。一啲嘅關鍵概念咧，不妨間低佢。有時我哋去寫作嘅時候咧，可以多番咁去提醒翻自己，睇下自己有冇喺寫作啊，或者喺個設計個文章嘅時候咧，有離開到嗰個嘅關鍵概念。咁我哋都會建議同學啦，喺寫作之前咧，有一個完整啲嘅設計啦。你寧願一開始花多少少時間，知道晒自己成個古仔係點樣發展嘅，喺嗰個時間控制上面做得比較好啦。你篇文章亦都會能夠喺扣連嗰個題目嘅關鍵概念嗰度咧，會做得比較完整嘅。莊 Sir， 我想問下咧，我哋應該點樣喺唔同科目之間分配時間，好好咁樣去備考中文科咧？咁啊，中文科咧其實好能力主導嘅，當然都係恆常咁樣有去溫習啦。例如範文啦，嗰12篇一啲字詞字義嘅，可能平均咁分配時間。咁如果係一啲比較有機會出長題目嘅篇章咧，咁你就要花多少少時間落去啦。要習慣唔好驚咗先啦，唔好見到篇文言文就覺得自己睇唔明啦。盡可能喺自己識嘅一啲文字裏邊，慢慢構築翻嗰個文字嘅意義啦。事先睇清楚嗰個題目啦。咁然之後再去睇篇文章咧，都會幫到你嘅。可以去圖書館借一啲公開試出過嘅一啲作家嘅散文集嚟睇下啦。嗰啲散文集嘅散文啦，會同公開試出嘅文章嘅難度相若啦。至於寫作嘅部分咧，無論甲部定乙部啦，我都建議同學咧有一個恆常練習嘅習慣啦。因為有2-3個月嘅 exam break 之後咧，應該同學好容易會執筆忘字噶啦。你用個半鐘去寫一篇文係一個練習啦。你用個半鐘去為5-6個唔同嘅題目去設定一個嘅大綱，都係另一種嘅練習嚟嘅。咁練習完之後，俾老師問下意見，咁亦都係一種進步嘅方式嚟嘅。咁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常心以對啦。最緊要喺考試嘅時候保持冷靜，唔好急，唔好放棄。希望大家都考到理想嘅成績。